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讲到布袋戏，就想到四句联，每一千翁仔举出场，拢有讲家己一首诗，拢嘛7字4句较济。啊，台湾文学、台语文学研究的专家，这顶辈人啊，搁济岁人，李兴昌教授，伊就指出讲，过去这诗人咧写7字4句的古早诗，台湾人拢嘛是用台语来呼音。客家人拢用客话来呼音，所以咱就是爱甲认定当作是台语的文学。啊，李兴昌教授安尼伫咧教，国情啊再三伫咧想，确实有影。我家己也编一句话，讲无论是郑成功的时代，还是清朝时代，甚至讲日本时代赖和啦、林献堂啦，因所写出来的诗句，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，内底就是代表一篇的台湾历史，你讲看有影无？尤其是这个4句用台湾话来读，迄个感动特别深。咱来讲郑成功的后生郑经，对因老爸来到台湾，落尾写一首诗叫做《自叹自赏》。诗句讲：大海东来忽几秋，分明未遂不胜愁。五梁有福太温武，有日高飞遍九州。这免国情啊加解说。咱干那看这个字幕，咱嘛知影讲，见面头一句就是讲，对老爸大海来到咱台湾这边面，忽然已经几度的春秋几多年了，分明未遂，想要反清复国，这种的志向，这种的名声还未达成，不胜忧愁，心内未堪得忧愁。我是五梁袂出一尾梁提掉咧，游园咧台风云变化，有一天会当飞你到天空顶，遍九州。这九州毋是日本的九州，就是古早人咧讲中原地带，咧讲三山五岳，有日高飞遍九州。啊，国情啊，10几年前伫花莲教育大学读博士班的时阵，有甲林尚山教授学讲，那以早的人吟诗答对，就爱读什么款的教科书。林教授甲阮教，讲较早吼有一本《声律启蒙》，迄个作家叫做纪万玉，伊拢甲咱对好啊。啊，用台湾话来读，国情研究10几档啊呢。来讲头拄啊，郑经这首“功名未遂不胜愁”，啊，大海东来忽几秋，用秋这个音来倒句，伊内底吼，这本《声律启蒙》就讲起盈对辱，喜对忧，就是讲盈对侮辱啦。啊，对句的时阵，欢喜就对忧愁啦。过来讲夜宴对春游，烟关对楚水，蜀犬对五牛。茶得水，酒消愁，青眼对白头。你甲看，古早人的教科书，甲咱教甲明拄明。吼，像讲夜宴就是对春游，啊，烟关楚水这种地号名，蜀犬五牛这种动物，啊，过来后壁啊，阁有哦，讲马迁修书记，孔子作春秋，色行主游常泛舟，书归王粲共丁流。讲色行的主游，就是讲王主游这个人偌心性呢，常常叫伊的家童各船出去，啊有当头要去找朋友，拄好尾暗仔行去到三更黄昏暗，到朋友的门骹口，啊伊的家童讲：啊你毋着甲弄门？伊讲：啊着甲弄门，我着乘行而来，啊即摆行进而返，我着欢头喜面来到遮，到开啊，毋免甲弄门，我要来转啊。另外后壁即句讲：书归王粲。共丁流，就是讲王粲这个人思念故乡，怀才不遇，写一篇流传千古的《丁流赋》，这也真感动人。